我这是怎了吗？啊，这也是天堂吗？人死以后竟然会有仙女相伴，而且还是3个。喂，醒醒，能不能听见我说话？你命真大，这都没被淹死。我当时甚至想过松手，除非他把实话告诉我。我错，我没找回侯少了，我错了，秦帅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即便真相如此丑陋，但在海浪吞没一切的瞬间，我还是把这个背叛了我的女人拽了上来。醒了就好。现在的情况比较糟糕，我们应该都被困在这个荒岛上了。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幸存者。大家互相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叫沈慕瑶，是个旅游博主。顾宁，模特。白洁儿。我叫秦帅，我。秦帅，我只不过只是跟你提离婚，你为什么不救我？想眼睁睁看着我死！什么？真的，亏我刚才还在担心，你这种人简直禽兽不如。秦先生，看你长得斯斯文文的，心肠怎么能这么黑？那可是你老婆，你居然见死不救！苏曼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，明明是我救了你。救我？你那是怕我死得不够快。姐妹们，你们看他那个眼神，他现在一定想杀了我灭口。你出轨，在外面跟野男人搞在一起，现在还说我反咬一口。你动他一下试试。我们4个女人，还骗你一个不成？出轨也不是你的理由，你这种男人真下。一群蠢货！既然你们相信这个满嘴谎言的毒妇，那我也没必要再浪费口舌，随你们自生自灭。现在流落荒岛，当务之急是活下去。有了，爬树快有什么好显摆的？秦帅，也就这种荒岛能让你这种只有蛮力的废物派上点用场。等救援队一到，你这辈子也就配在这当个爬树的猴子。你就守着你的谎言，准备挨饿吧。看看是救援队先到，还是你先没命？秦帅，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！我们坐的是顶级游轮，失踪不到24小时就会有卫星定位，救援队现在肯定已经在路上了。就是，我可是拥有100万粉丝的博主，我的团队发现我失联一定会报警。秦帅，你这种底层出身的粗人，根本不懂现代科技的速度。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安静的等待，没必要像野蛮人一样到处乱撞。科技定位，如果这地方真能被搜到，海滩上就不会只有我们这几条被冲上来的咸鱼了。行，既然你们想在沙滩上把自己晒成干尸等救援队，那你们就慢慢等吧。老子胃口大，没工夫陪你们玩这种生命游戏。椰子汁顶多算饮料，想活下去得有蛋白质，抓几条海鱼才是正经事儿。完美。抓到了。等到了晚上，那几个信奉现代科技的名媛就会知道，肚皮打滚的声音绝对比直升机的螺旋桨声更响。能分我一点鱼肉吗？凭什么？你救苏曼时我全看见了。只要给我鱼肉，回去之后他要是起诉你，我就是你的头号证人。不需要，他没证据，奈何不了我。其实你也不用担心起诉，因为我们回不去了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听到了船长说的话，这片海域有诡异磁场，雷达、仪表全部失灵，那是自杀式的撞击。难怪沙滩那么干净。
看来这里是与世隔绝的死地。苏曼他们还在幻想救援队，我不傻，我知道在这活下去只能靠你。我没兴趣养一个陌生女，成本太高。带上我，能让苏曼看到你活得很好，这比杀了他更痛苦。你干什么？旁人觉得你是个没用的废物，但我看到的是一个能在荒岛称王的男人。你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。睡觉。秦帅，你说人要是倒霉透了，是不是就会遇到像你这样的奇迹？荒岛不相信奇迹，只相信力气。多吃点，下午得去林子里砍些藤蔓加固围栏，晚上可能会有暴雨。那个顾宁还真是不要脸，昨晚居然摸黑去找秦帅了。我看他平时装的清高，结果为了口吃的，跑得比谁都快。意料之中，那种吃青春饭的模特哪有什么底线？指不定现在正跪在秦帅脚边求打赏呢。跟着杀人犯，他也不怕半夜被秦帅给处理了，真是贱的没边。可顾宁今天没回来，说明他在那边真的有吃的。苏曼，要不我们也去找秦帅吧？我昨晚闻到了烤鱼的味道，好香。白尖儿，你长点骨气行不行？你肯定是可出了幻觉。秦帅那个窝囊废能抓到鱼，他以前在家连杀条鱼都收走。再等等，说不定咱们马上就会被救援队救走。至于秦帅和顾宁那两个贱人，就让他们两个在这荒岛上发烂发臭吧。可是，救援队真的会来救我们吗？这都过去多久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会来的，只要咱们再坚持一天，救援队肯定会来救咱们的。跟着那个废物，只会让你变得跟他一样像个野人。苏曼，你一天到晚只会等救援队，你所谓的救援队在哪儿呢？是在你的白日梦里，还是在你那个出轨对象的怀里？刚才我去海边洗头发，远远瞧见沙滩上那几位名媛了。苏曼那疯女人还在带头挖臭棒肉吃呢，那味道我在上风口都快被熏吐了。他倒是挺能坚持，在这岛上，除了这一身傲气，也没剩什么了。坚持？他那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明明沈慕瑶和白洁儿都渴得眼发绿，快要晕过去了，苏曼还死拽着他们不放，反复给他们洗脑，说你是杀人犯，去了就是羊入虎口。你说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自私的圣人？自己想死，还要拉着一船的人陪葬。既然他想当普度众生的圣人，那就让他当个够。在这荒岛上，尊严是这世界上最贵的奢侈品。秦帅，你想不想亲眼看到苏曼那张高傲的脸彻底裂开的样子？明天一早，咱们带点刚出炉的慰问品过去，给他们那个本就摇摇欲坠的团队再添最后一把火。救援队今天一定来。哎呀，秦帅，这2条鱼昨晚烤得有点焦了，要不干脆扔了吧？确实，
既然有人宁可吃臭棒肉也不愿求人，那我们就当是来做慈善了。你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抓到了鱼，你这种废物就算有了吃的，骨子里也还是个垃圾。死了你闭嘴吧！我们都快饿死了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大哥，能不能分我们一滴？别去！他肯定在鱼里做了手脚，想害死我们。大家再坚持一下，救援队肯定马上就到了。到时候我带你们吃全城最好的酒店。救援队，又是救援队！第一天就跟我们两个画饼，画到现在我们连尿都快尿不出来了。你所谓的救援在哪儿？在海里还是在天上？苏曼，你还是醒醒吧。游轮出事的地方磁场诡异，仪表全失，这是自杀式的撞击，根本没有什么定位，也没有什么救援队。你胡说！你在动摇军心！信不信由你，但事实是，这里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荒岛。你们继续等下去，等来的也不会是救援队，而是死神。不可能！苏曼，你之前在船上骂我是垃圾，现在看到底谁才是垃圾？在这岛上，谁能让你活命，谁就是神，而能让你活命的只有我。在这岛上，谁能让你活命，谁就是神，而能让你活命的只有我。我们还没有离婚，从法律上来说，你还是我老公。法律？对，我们还没领离婚证，我还是你老婆，就有义务照顾我。我要去烤鱼，我还要喝水，你不能丢下我。要是换做以前，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恐怕早就心软去忙前忙后了。可现在看着这张脸，我只觉得恶心，他根本不配。怎么还不去做饭？顾宁那个贱人有的我都要一份。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，我要比她吃的更好。徐帅，你没听见吗？赶紧去准备。笑什么？我笑你到现在还没认清现实。苏曼，你还要脸吗？你跟赵辉在床上翻云覆雨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法律？现在理直气壮的吩咐我，你以为老子是你的保姆？秦帅这个废物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就算我出轨了，也只是犯了点小错误。这么多年我跟着你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的责任心和担当呢？我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既然你这么有骨气，那就别开口。想吃自己去捞鱼摘椰子，你的死活跟老子没半点关系。这一巴掌是替那个被你绿了3年的秦帅的。从现在起，少在老子面前摆你那副大小姐的。你居然敢真的动手打我！等救援队把我救出去，我一定要让你坐牢！救援队？那你就在这儿慢慢等吧，姑娘，别让垃圾到了胃口。走。刚才那一记耳光打得真漂亮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，你骨子里竟然这么硬？你在看什么？看我有没有在生那个女人的气，还是想看我有没有后悔打曾经的老婆？是啊，好歹你们做了几年夫妻，男人嘛，心软是通病。我怕你刚才只是为了在漂亮女人面前争口气，心里其实还舍不得她。舍不得？顾宁，如果你了解她那些下作术，你只会觉得我打得太轻。我对她已经彻底死心，她不配。我们现在到底要去哪儿？你走的这路好像跟昨天的路完全反了。怕了，你挺聪明的，应该知道这里是热带荒岛，除了人，这丛林里可什么都有。昨天在沙滩睡那是运气好，如果不找个避难所，一旦晚上被毒蛇啃上一口，在这没药没医的鬼地方，除了等死没别的路。所以你现在是在找一个能绝对安睡的营地？没错，我们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据点。既然回不去，那我就在这荒岛上重新建个家园。秦帅，咱们已经在这转了1个多小时了，你确定这附近能有遮风避雨的地方？就这里了。看起来比沙滩上那个露天坑强多了。需要我做什么？你负责打扫里面，把蝙蝠屎和烂泥清理出去，再找些干棕榈叶铺在地上当床。天色还早，我去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淡水。柴火交给我，你安心找水。要是能顺便捡点吃的回来就更好了。我现在饿得能吞下一头猪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我记得你，你叫白洁儿，你找我有事？兄弟，给我一口水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秦帅，我想跟你睡觉，
行了。你带着婚戒跑来跟我说这种话，我没想出轨，真的没想。没想出轨？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闪开！老子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出轨的女人。你现在这副样子，跟苏曼那个贱人没什么两样。大嫂，我只是想请你收留我。顾宁亲口说的，他说只要陪你睡一觉，你就愿意给他水喝，愿意保护他。我不想死在这儿，我有老公，我还有个3岁的儿子在等我回家。那群女人只会哭，我跟着他们连口脏水都喝不到。秦帅，我求求你，只要能让我活到救援队过来，你要我怎么伺候你都行，我很听话的。我不会跟你睡的，更没打算收留你。这里距离沙滩不远，滚回去，跟着他们总有一口实。跟着他们只有死路一条。苏曼只顾他自己，沉默已经哭了1天了。你才是这个岛上唯一的活路，我那方面很厉害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求你了，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，求你了。不理你，还上手脱裤子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你大，我都要死，还有什么胆子？别动，趴下！千文蛇，一旦被这蛇咬了，在这荒岛上必死无疑。你怎么样？被咬到没有？好像没有，又好像咬到了，我不确定。不准哭，想活命就给我忍着。我会死吗？你是为了救我才被咬的，我绝不会让你死。你要干什么？闭嘴，把毒吸出来，你才能活。那，你吸吧。这双脚竟然没有一丝异味，反而有点香。实在是太痒了，我没忍住。接下来你要忍住了。性命暂时是保住了，但这只是应急，光靠吸还不知道能不能彻底清除金环蛇毒，还得想其他办法。那怎么办？秦帅，现在头好晕，心跳的好快，呼吸不上来了。别自己吓自己，那是残余毒素。上来，我背你回营地。你怎么？这是白洁儿，她怎么弄成这样了？他为了救我，被金环蛇咬。呼吸太弱了，脸上一丝血色都没有，这毒发的太快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必须进森林找解毒的草药。姑娘，这儿只有你了，你能照顾好他吗？快去吧。他为你受的伤，要是死了，你心里能好受？你要是垮了，我可怎么办？好，等我回来。该死，这种地方怎么连株像样的草药都没有？白洁儿，你可千万得挺住！这不是那个沈梦瑶吗？她在这里干什么？找到了，果然没记错，就是这里。沈慕瑶，之前我说苏曼出轨，你第一个站出来帮她说话，我还以为你性格真像你表现的那么宽宏大量，可你早就发现了淡水，却守着秘密让苏曼渴了一整晚。看来你所谓的圣母心，也是看场合的。你跟踪我，秦帅，你这个卑鄙！好疼，我的脚好像扭到了。刚才骂我卑鄙的时候，不是挺有劲儿吗？这会儿知道疼了。要是把她扔在这儿，她绝对活不过今晚。虽然这女人是非不分，但当初上岛时确实是她拉了我一把。算了，老子不跟女人计较。秦帅，你还在吗？你该不会真的走了吧？你个王八蛋，你竟然真敢把我一个人扔下！我不想死在这儿。闭嘴！哭什么哭？老子还没走呢。
没走，那你快救我上去！这下面好冷，我1秒钟都不想待了。不行了，我拉你上来。秦帅，我不要断了，救命！别乱动！你也掉下来了。对，不仅掉下来了，还差点被你连累死。这坑洞得有4、5米那么深，石壁被瀑布的水汽浸润得无比光滑，连个着力点都没有。要是我没猜错，除非有人发现，否则我们根本出不去。发现？你之前告诉过别人这里有淡水吗？没有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突然跳出来吓我，怎么会掉下来？都是你连累的我！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要不是你做贼心虚，守着淡水人不肯说，至于被我一句话就吓成这样？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作死。希望顾宁能看到这烟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个英勇无比的前夫吗？怎么跟别的女人掉在深坑里当野鸳鸯了？苏曼，居然是你！快救救我！我掉下来了，脚好疼，我动不了了。苏曼，求你了，快找个绳子，或者去叫人过来。救你？沈牧阳，你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？你现在可是跟我那个前夫待在一块儿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跟着他，那就陪着他在这烂掉。你在说什么？苏曼，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我之前还一直帮你说话。朋友，在这岛上，只有死人才是最安全的朋友。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我最希望的就是秦帅死在这儿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至于你，算你运气不好，成了他的陪葬品。苏曼这种自私自利、毫无悔改之心的人，无论别人对他多好，他都觉得是理所应当。你们就算叫破喉咙，都不会有人过来。秦帅，你就在这儿等死吧。只要等到救全队，我就能回去跟赵辉双宿双飞了。而你连坟墓都不需要。这话我记住了。你最好祈祷我会死在这里，让我秦帅发现，只要能活着出去，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彻底完了，我们死定了。没想到苏曼竟然是这种人，亏我之前还一直帮他说话，我真是瞎了眼。那天你们在沙滩上不是挺振振有词吗？说他只是找到了真爱，我不该跟他计较。现在怎么不说这种话了？我当时哪知道他这么恶毒。对不起，秦帅，我现在终于理解你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愤怒了。对了，秦帅，我能请求你一件事吗？说。你这个大直男，算了，没什么。既然咱俩掉进同一个洞里也是缘分，还是别自相残杀了，抱团才有活下去的可能，对吧？看来你还没那么笨。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找点吃的？我从昨天到现在就喝了点水，真的快饿晕了。你去把那些断树枝不停往火堆里扔，别让火灭了。我去找吃的。竟然是甜的，可惜没有鱼。这几颗螺丝还不够塞牙缝呢，必须得找点实在的。找到了，真的是青苔。
青苔长在这么干净的淡水边，说明没毒。苏曼，你想看着我饿死在这儿？做梦！等我吃饱了，就是我爬出去索命的时候。这带着鱼腥味的螺丝，居然有这么好吃！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这些断树枝最多支撑到明天早上，得赶紧想办法出去。走吧，别装瘸了，跟着我，咱们再把这鬼地方过一遍。我就不信真的连个缝隙都没有。你发现了？这坑又不深，又没摔断腿，扭伤揉一会儿就好了。我们真的出不去吗？又哭什么？现在还不一定会死，明天天亮了还能继续找。别骗我了，所有的出口都是死路，哪还有明天？所以你是怕死才哭成这样？我又不是因为怕死，那是因为什么？我就是觉得太可惜了。我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也不赖，可我到现在连个男朋友都没交往过，也没碰过男人。你姐还没交？你不信？我就是没处过对象，怎么了？反正树枝也要烧光了，明天要是出不去，咱们都要死。既然要死，不如便宜你了，让我死前上一回高地，行吗？别胡闹，现在保存体力比什么都强，万一明天有救呢？你要是现在爽了，到时候没力气爬上去，那才叫冤死。你这个母鸡！好咸，这个鸡腿不好吃。我去，你把老子当鸡腿啃，还嫌弃上了？醒醒，沈慕瑶，别装了，我都看见你眼皮在眨了。大早上的在我身上又摸又蹭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我就是不甘心，我不管，你就说你是不是不行？我行不行？你做梦吃鸡腿的时候感觉不出来吗？大流氓！我去！等等，沈慕瑶，你快看，水是活的，这下面连通着外面，咱们有救了。你是说我们能出去了？之前我一直奇怪，这水潭要是死水，怎么会这么清澈？原来这水面是流动的，这证明下面是一条地下暗河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游出去。游出去？这河道万一没出口怎么办？这种暗河河道非常复杂，有可能顺利找到出口，也有可能力气用光死在里面。但我不想留在这等死，你敢不敢试一把？是就是，总比坐在这等死强。衣服全脱了。秦帅，你该不会是想在死之前上高地吧？你要是真的想也行，我愿意。谁想了？不仅我脱，你也要脱。等等，算了，省得出去以后顾宁他们说我不正经。我数1、2、3，一起跳，你跟紧我。1、2、3。秦帅，我好累，我游不动了。坚持住，马上就到了。难道要死在这里了吗？出来了，老子没死！沈不赢！别在这时候给老子掉链子！沈慕瑶，你给老子醒过来！只要你睁眼，大不了老子现身圆了你的梦，让你当一回真正的女人。我以为我真的要去见我太奶了，你太烦了，不停在耳边吵，我就想着把你赶走，结果就醒了。那我还真是谢谢你。
我刚才好像听见你说，只要我醒了，就让我当一回真正的女人。停！师明，你这反射波是不是绕了地球一圈？刚从鬼门关爬回来，你就惦记着这档子事儿？我不管，说话要算话。你刚才那嗓子吼的，连阎王爷都听见了。现在想赖账？那是急救口令，急救口令懂不懂？为了把你这口阳气勾回来，我那是豁出老脸了。再说了，这荒郊野岭的，我有那心也没那力气，赶紧把衣服穿上。秦帅，你爬那么高干嘛？上面有金子啊！没金子，但有命。我们还在岛上，但这儿离营地起码有2、3天的路程。你怎么知道我要石头？你该不会觉得只有顾宁是聪明人吧？看你摘椰子就知道你渴了。怎么，跟你的老情人比起来，我这临时夫人还不赖吧？无缘无故的你跟顾宁比什么？赶紧喝，喝完找吃的，我们要在这里过夜。除了食物以外，火也是必要的，不然晚上太冷了，我们俩都得冻死。你去捡点柴火回来，最好再捡一些枯掉的棕榈叶，把上面的绒毛摘下来点火。那个，我有个小问题。你的打火机不是丢在坑洞里了吗？我把这茬给忘了。没火也没关系啊。我记得小说里说，男女主抱在一起就能取暖，我是不介意的。反正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嘛。你不介意，我还介意呢。咱们现在浑身上下就这么点布料，体温本来就不高，抱在一起除了互相传染哆嗦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别整天想那些小说里的狗血激情，想活命还是得生活。秦帅，你就这么嫌弃我？你不乐意，我还不乐意了呢。那你说，没打火机你怎么生火？这口气就能着啊？咱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，钻木取火。你立刻去捡木材，越多越好，一定要特别干燥的，快去！妈的，老子费半天劲儿才找这点，你们这帮强盗！该死的鸟！老子今天要是不抓着你们扒皮烧烤，老子就不姓陈，姓鸟！竟然有2只，赚翻了！秦帅，有2只什么呀？你在那鬼叫什么呢？看，我们晚上能吃烧烤了，还是管饱的那种。秦帅，你太厉害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终于有肉吃了。你还是先别抱了，赶紧下来。妈的，手都搓烂了也点不着，这破法子根本没用。不行，必须生火。得找碎石，就是那种黑色的，即将能生出火星的石头。连你也来欺负我？这他妈不就是碎石吗？咱们有火了！秦帅，你捡块破石头回来干什么？傻丫头，这可不是破石头，这是碎石。有了它，咱们今晚就不用当冰棍了，还能吃烤鸟。光有石头不够，还得有铁器。硬撞硬才能撞出能点火的大火星儿。
我是看你的胸罩。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之前脱光了求你，你装正人君子，现在盯着我内衣看，你个大变态！谁变态了？你那里面不是有金属钢圈吗？借我试试。你还想不想吃烤鸟了？想不想点火取暖了？赶紧的，不然咱俩今晚都得冻成石雕。为了那口肉，你就给了。那你转过去，不许偷看。昨天看光了都没把你怎么样，这会儿装什么纯情？好紧，秦帅，这衣服跟我作对呢。我操，这动静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干嘛呢。行了行了，让你脱个衣服又不是让你生孩子，叫那么大声干嘛？秦帅，你帮帮我，我快被勒死了。感觉不太对。呀，你往哪摸呢？这是我的屁股，你个臭流氓！行了，别废话，转过去，我闭着眼帮你，这次保准摸准位置。搞定。写的这么快，动作这么熟练，没少拿苏曼练手吧？别再跟我提那个贱人，老子这辈子都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着了，着了！沈牧阳，把海鸟拿过来。给。按照昨天的观测，再走大半天就能绕回原来的营地。我先送你回去跟苏曼会合，然后去找顾宁，他估计急坏了。你就这么急着把我甩掉？秦帅，我不想跟苏曼那个毒妇待在一起，让我跟着你吧，行吗？我什么都能干。不行，我的队伍里有顾宁就够了，多带一个人，对我来说就是累赘。秦帅，你快看，你看，是不是躺着一个人？白洁儿，怎么会是你？顾宁呢？难道他抛弃了白洁儿，还是他们都出事了？呀，他是不是死了？这脸白的跟鬼一样。闭嘴！还有呼吸，没死，伤口愈合了，看来毒素已经排干净了。他这是活生生饿晕的。不行啊，他根本不会吞咽，你这样灌没用。秦帅，你这是趁机占便宜，你亲他干什么？救命要紧，你怎么那么矫情？要不你来喂。两个女人亲嘴多怪啊！哎，早知道当初我溺水的时候也装死，让他这么喂我了。好难受，这是哪儿？我是不是以前死了？白洁儿，看看我是谁。鬼啊！救命啊！不要抓我！我有那么吓人吗？白洁儿，你看清楚，我是秦帅。秦帅，真的是你！我还以为我见到鬼了。白洁儿，顾宁呢？我明明把你托付给他，他怎么会让你一个人晕死在这里？顾宁他不相信你会出事，每天都出去找你。昨天晚上，苏曼趁顾宁不在把我骗了出来，他从背后推了我一把，我撞到了头，醒来的时候天都黑了。秦帅，你快去救救顾宁，苏曼想害死所有人。秦帅，咱们现在就杀回去，把那女人的皮给剥了，顺便撕烂那个贱人的嘴。我要回去看看，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？我跟你一起回去，那个贱人欠我的，我得亲手扇回来。我也想，但是我走不动了。沈牧瑶，你扶着白洁儿跟我一起回去，咱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。好。苏曼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果然来了，以他的尿性，肯定会骗顾宁。先在这里停下，躲在石头后面。先别急着出去，我倒要看看苏曼到底能有多无耻。顾宁，你要是识相的话，就赶紧把剩下的食物都交出来，否则别逼我跟你动手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跟我动手。我很好奇你脸皮怎么这么厚，这是我们的物资，你凭什么来抢？你的物资
别开玩笑了，秦帅那个窝囊废已经死在坑底，被砸成肉泥了。你守着这些东西给谁吃？难不成还想留着给他上坟吗？秦帅，你听听，这毒妇在编排你呢！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去撕烂他的嘴。别急，这艘出去太便宜他了。苏曼，你爬得有多高，一会儿摔的就会有多响。要不我先出去，你们先别动。怎么，心疼了？你个骚货，当初一到岛上就跟秦帅睡了，专门跑我面前炫耀。现在你该认清现实了，那个废物还没坚持3天就死，证明你的眼光差的要死。顾宁，要是你跪下来跟我道歉，跟我承认秦帅就是个窝囊废，我倒是愿意跟你合作，以后我们一起在岛上生存。看来你是不愿意道歉，也不愿意合作了。住手！秦帅，你没死！哼，顾宁，你少在这跟我装神弄鬼。秦帅早就死在坑底了，他要是出现在这里，老娘我当场跪下给你当狗。是吗？秦帅，苏曼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秦帅的东西？苏曼，看来你没把我的话当回事。我说过，你最好祈祷我死在那个坑洞里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看来你祈祷的不够诚心，让老子活着回来了。苏曼，没想到吧？不仅秦帅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。你这毒妇还想独吞物资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看在我们曾经是夫妻的份上，苏曼，我最后说一次，从今以后，你要是再敢打着我妻子的旗号，我就让你真的下地狱。你听懂了吗？回答我。听懂了。等等，顾宁，你疯了！你凭什么打我？这一巴掌，打你狼心狗肺，见死不救。这第2下是打你臭不要脸，抢我东西。行了，滚吧！你给我等着！戏演完了，你们也该走了。秦帅，我们能不走吗？苏曼就是个疯子，我不想跟他待在一起。不行，你们都得走。白洁儿，你会不会做饭？会，出事之前我是全职太太，上过专门的烹饪班，怎么了？那好，你留下来，以后给我和顾宁做饭，留守营地，我会负责找吃的，照顾你，怎么样？秦帅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做饭的，我保证。既然留下了，规矩得定好，以后由我跟顾宁负责出去捕猎，寻找食物。白洁儿，你负责留守营地，死死守住我们的物资，绝不能让苏曼再来偷走一丁点东西。天暗了，今晚先用剩下的椰子对付一下，明天我们再正式出去找吃的。少雷，估计要下雨，我们3个现在立刻出去找干柴火，快，能搬多少是多少。你们2个不要跑远，就在这附近找，千万别走散了。白洁儿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刚才跟他走的是反方向，一直没瞧见他。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你们2个赶紧进山洞。过来烤烤剩下的食物，吃完赶紧睡。你们睡着了吗？一开始睡了，后来又被冻醒了，根本合不上眼。既然这样，有个法子能保暖，你们敢不敢试？咱们3个人
钻进一个怀里，抱在一起睡，怎么样？怀里抱着2个大美女，要不是时间和地点不对，真想感叹一声人生圆满了。明天要是雨停了，咱们就出去找吃的；雨要是不停，咱们可能得做好挨饿1天的心理准备了。我同意，挨饿1天没什么。白姐儿，你呢？我也能挨饿，反正饿1天也死不了。下雨天感冒发烧了才是大麻烦。另外有个好消息，之前我找到了一个淡水潭，全是干净的水，只要咱们能弄到打水的工具，暂时就不用为喝水发愁了。秦帅，你醒了，快看，雨已经停了。你们刚才上哪儿去了？看你睡得沉就没叫你。之前的椰子吃完了，尝尝我们用汗水给你换来的战利品。那我可得好好尝尝。确实甜。为了捅这几个椰子，姑娘还摔了一下，尤其是摔到了那种地方。白姐儿，抱歉，我下意识就说出来了。摔哪了？不会是摔到什么敏感部位了吧？秦帅你真无聊，别问了。我可不是耍流氓，现在没医没药，万一你摔到要害部位，很容易丧命的。那我要是给你看，你能治吗？你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贝言吗？我当初看求生视频的劲头，要是用在学习上，早考上清北了。行了，我相信你。其实是位置有点尴尬。行了，没骨折，这2天小心点，别爬高，也别碰到伤口，过2天就能痊愈。秦帅，谢谢你。没事了就好。昨天不是说好雨停了，咱们就要去找吃的吗？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先去海滩，现在应该是第1波退潮，捡点贝壳什么的，运气好能抓到海鸟，回来再去采蘑菇。来晚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姑娘，你记性好，记住今天退潮的时间，下次赶海咱们得在天亮前过来。秦帅，你看那海面上飘着的是什么？好像是个背包，鼓鼓囊囊的，看样子应该是遇难者的遗物。在这荒岛上，一个装满物资的背包可能意味着火种、工具，甚至救命的药品。必须拿到它。如果飘远了，或者被苏曼捡去，咱们的损失就大了。可是，在海心飘着呢，怎么拿啊？有了！顾宁，去林子里给我找根树枝，长短不重要，关键是要够韧，不能轻易折断。明白。把你们能脱的衣服都脱下来。秦帅，我们可以变态一点，但不能这么变态吧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们想哪儿去了？我是要把衣服全部系在一起，做成救命绳。一会儿我下海，绳子绑在脚上，你们在岸上拉着我。秦帅，非要过去吗？太危险了，要不咱们别拿了。那里面可能有火种和工具，有了它，咱们活下去的机会就多1分。你这丝袜质量怎么样？特别好，广告说大卡车都拉不断，
我还没试过，能用吗？能用，这可帮了大忙了。记住，一旦发现不对劲，拼了命也要把我拉回来。放心，毕竟你也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，也是为了我们。拿到了，秦帅，咱们真的拿到了。好在没出什么意外。你们看，这果然是遇难者的东西，还没损坏。秦帅，你说跟我们在一条船上的人真的全遇难了吗？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已经遇难了。先别想那么多了，我说的也不绝对，万一有跟我们一样的幸运儿呢？你们女人不是最喜欢开盲盒吗？来，看看这个背包里到底藏了什么好东西。等等，我认识这个背包，这是住在我隔壁房间那位喜欢海钓的大叔的。海钓？钓鱼爱好者的包，那可太开门了。要是能翻出钓竿和鱼线，咱们往后的蛋白质来源就稳了。哈哈，路亚钓竿，还是海钓专用的。你们看，这还有个老式搪瓷缸子，这可是好东西，能当锅使，煮热水、熬鱼汤全靠它了。这还有一套衣服，还有一个能走的手表，还有指甲刀。大丰收啊，不错不错。好了，将东西收起来吧。那咱们现在去干嘛？要不咱们去采点蘑菇吧？我有经验。这次冒险值了，走，咱们去林子里采蘑菇。你们看，这全是玉皇菇。要不咱们分头行动，采回去晒干了当储备粮。好，记住，只准采白洁儿认准的，颜色鲜艳的一律别碰。要是被毒虫咬了，我可救不了你们。姑娘，住手！怎么了？这蘑菇白洁儿没说过，你想死吗？赶紧扔了！不用扔，我以前在老家吃过这种，鲜得很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去问白洁儿。白洁儿看了，说这是牛肝菌，可以吃。行，那就全部带走。你去把白洁儿叫上，咱们该回去做饭了。没水洗确实麻烦，只能先用叶子凑合擦擦了。秦帅，你弄到水了吗？刚刚顺路从瀑布那边钓上来的淡水。流落荒岛这么久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姑娘，快停下！怎么了？这汤真好喝。坏了，真的中毒了！秦帅，你看，
那儿有好多彩色的小人在跳舞，真好看。手机。这剑手青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就是牛肝菌的一种，这汤怎么绿得发毛？前手青会变青，没煮熟毒性很大。顾宁吃的蘑菇没过油，也没加大蒜，还没等煮透他就喝了，这下真的麻烦了。秦帅，你脸上有好多漂亮的小蝴蝶在飞啊！顾宁，你清醒清醒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秦帅，看他这样子，应该是幻觉上头了。在我们老家，中毒深了会看见奇怪的东西，万一他乱跑摔下山或者跳进海里就没救了。你得赶紧带他回山洞安抚。秦帅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今天不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吗？顾宁，看清楚我是谁。你在荒岛上没结婚。我知道你是秦帅，今天是新婚之夜，我要履行夫妻义务。顾宁，你快住手！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这地方你也敢摸？我为什么不敢？我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。顾宁，你清醒点！想吐？有了，海姆立刻急救法能催吐。还没出来，再来！这是怎么了？头好痛，像要炸开了一样。你中毒了，别多想，去躺着睡会儿。白天捡到了鱼竿，我还是出去钓鱼吧，指不定能见到2只大海鱼。上钩了！新手光环诚不欺我，今天晚上有荤香了。卢曼，你这个女人竟然还敢回来！怎么，又想来抢物资了？秦帅，趁我不在欺负顾宁的时候，你不是很威风？现在掂量清楚，你面对的是谁？顾宁那一巴掌疼不疼？要不要我叫他出来再给你补2下？秦帅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真的然后眼睁睁看着我死吗？百日恩？你跟别的男人上床的时候想过我？我掉进地缝快死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恩情？像你这种心狠手辣的人，有今天全都是咎由自取。看到没？这就是好报。今晚我们要开全鱼宴，可惜没你的份儿，恕不奉陪。等等，让我住下来。我发誓，回去后为你生儿育女，做贤妻良母。你不能可怜那个贱女人，却不可怜我啊！我改不了事实，再相信你我就不姓秦。天黑了，赶紧滚回你的窝，小心路上毒蛇咬死你！秦帅，你这种臭男人，我咒你不得好死！人尽可夫的东西，还好意思说秦帅是你男人？老公，你真有本事！这是篱笆门，某些人要是敢进来，我就再抽烂他的脸！贱人，秦帅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老娘总有一天要还回来！怎么，心疼了？还是真怕他回来报复？怕他？他要有那本事报复，也不至于在这荒岛上混成这副鬼样子。我只是想，这天黑透了，林子里全是毒蛇蝎子，他一个人回去，那不正合适吗？老天爷替你出气了。毕竟你是条人命。天哪，秦帅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做岛上唯一的男人，没点真本事，能行吗？秦帅，你真棒！走吧，
咱们去挖点野生姜，今晚必须吃顿好的。别在那里！姜挖完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秦帅，周围有野兽，他一直在盯着我们。估计是山羊，或者是怕火的小动物，晚点把火声旺就好了。以前死里逃生没心思，现在吃饱喝足了。这保姆司美女，果然诚不欺我啊！看什么呢？贼眉鼠眼的。没什么。以前做饭时，他总会从背后抱我。如今咱们衣裳不整的挤在这儿，秦帅又是个血气方刚的，不想入非非才怪。秦帅，你听，又是那个声音，他是飘进来了。放心吧，有了这道火柔栏，什么狮子老虎也闯不进来。你们睡里面，我睡最外面。真有野兽进来，也是先吃我。那怎么行？万一你被叼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要睡就大家一起抱着睡，还能互相取暖。抱着睡？我刚才可说过了，我现在精力旺盛的，万一我半夜管不住手，你敢动手动脚，老娘当场阉了你！别！我可不想练什么辟邪剑谱，赶紧睡觉吧。美女们，该起来做鲜鱼羹了。糟了，咱们的鱼不见了！什么？那个塔斯克也没了。不是野兽，苏曼那个贱女人根本没走，一直躲在附近偷看咱们。姑娘，你去哪儿？还能去哪儿？把那个偷东西的烂货揪出来，拿回咱们的东西。看到没？想要有吃的，以后就听我的。苏曼，我以前只知道你心，没想到你脸皮能厚到这种地步。拿偷来的东西当自己的本事，你可真是让我长见识了。哟，这不是秦大领队吗？怎么，闻着香味跟过来？卑鄙！秦帅，你管不管这个疯女人了？她打的可是你前妻。你偷鱼和陶瓷刚在先，顾宁这是在替天行道。我是不是说过，再有下次，我会抽烂你的脸？怎么会有你这么狠毒的女人？秦帅，
我会不会破相？不会，就一个包，明天准销。沈牧阳，你把这剩下的鱼汤吃了。凭什么？闭嘴！没你的份儿！白仙儿，把缸子收好，我们走。秦帅，你个厚此薄彼的混蛋！秦慕祥，你刚才吃的挺香啊，怎么不分我一口？跟着我受苦了，还让你挨了这一下。这荒岛上没药，回洞里我用冷水给你敷敷。这算什么？只要看到苏曼那副气炸了肺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，这记石头挨的就值。倒是那个沈牧阳，某人刚才心疼的不行吧，故意让人家把鱼汤喝光，是怕他在那边饿死。瞎说什么呢？我那是为了气苏曼，看着他想喝喝不到，那才叫爽。你们待会儿回去好好休息，我再去钓点鱼。咱们的存货被苏曼偷走了，我得去补点货。这群鱼成精了，昨天钓了几个兄弟，今天全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了。就这条小鱼，3个人根本不够分。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每人一个大海螺，至少能混个半饱。有了这缸子，日子总算有了点盼头。这才哪到哪儿？要是能弄只山羊，用羊油煎鱼，那才叫绝。梦里什么都有，赶紧睡吧。难道岛上还有别的幸存者？沈牧阳，昨晚请你喝汤，今天就给我送福利，这荒岛生活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。秦帅，我说，你流氓！又不是没见过，羞什么？今天这风景真不错。秦帅，你虽然救过我，但不代表你就可以这么羞辱我。别生气，开个玩笑嘛。谁让你在这儿摸海螺摸得那么入神？我不摸海螺吃什么？指望你那前妻分我鱼骨头吗？不过下次注意点，别让螃蟹夹了大腿，那地方皮肉嫩，疼起来可要命。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我把你嘴缝上？行，我闭嘴，听你的。秦帅，你能不能帮我钓几条鲷鱼？总吃海螺，我舌头都木。鲷鱼哪是说有就有的？昨天我们3个人也才凑合一顿。帮你可以，钓不钓得到我可不敢打包票。我带你去个好地方。我操，3文鱼，看那身段，起码5、6斤重。快，别让他跑了！今晚我能不能吃上肉，就看你的了。看我的，他逃不出我的。
哈哈，起码有10斤重，这肉质，生吃烤吃都是极品。沈牧瑶，今天你真是给我带来了泼天的运气。我一直能带来好运，可惜某些人眼瞎不识货。如果每天都能盛产这种大鱼，收留它也未尝不可。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别在这儿伤春悲秋了，这鱼你有大功劳，朕今天大放一回，分你一半。你是要鱼头还是鱼尾？还是要鱼尾吧。沈牧瑶，收获不错嘛。天黑了，林子里危险，走，跟我回去吧。苏曼突然示好，肚子里肯定没憋好票。不好！想起苏曼刚才在林子边缘那抹诡异的笑容，脊背一阵发凉。给我。这是秦帅给我的，你凭什么抢？我说你给我！你给我！把鱼留下，否则你今天走不出这片礁石。你就不怕秦帅知道吗？少拿那个狗男人压我！我这帮贱女人，一口一个秦帅，真是不知廉耻！苏曼，我现在就去告诉秦帅！告状，去啊！我现在就杀了你，把你丢进海里喂鲨鱼！我看谁能救你！不行，苏曼已经疯了，再不制止他的话，沈牧一就会有危险。苏曼，住手！我让你放手！你真要杀沈沐言吗？疯了吧！秦帅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是我们女人之间的斗争，你给我滚开！走，放开我！你个吃里扒外的混蛋！我要是不拦着你，你今天就成杀人犯了。那又怎么？等救援队来了，我就和他们说沈牧阳是饿死的。在荒岛这么多天，饿死1-2个人很正常。秦帅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你！你这种没用的男人，不帮自己妻子，反而帮着外面的贱人欺负我，你就是混蛋中的混蛋！如果你说我是个好男人，我倒不自在了。但你记住了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就动不了沈沐瑶，除非你先杀了我。吐口水是吗？现在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
你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疼？这些年你给我的羞辱，比起这点疼又算得了什么？秦帅，我的手要断了，求求你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秦帅，秦帅，别这样！苏曼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你自己在这荒岛上自生自灭吧。这是对你动杀心的惩罚。这地方不能待了，跟我回营地。以后大家团结在一起，总比跟着这个疯子强。秦帅，你真的。他应该死了吧？应该吧。秦帅，你别怕，别怕，我给你作证，是他先动了杀心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只怕警察未必相信。苏曼，夫妻一场，没想到最后是这种收场。走吧。秦帅，他来干嘛？苏曼从礁石上摔下去，不见了。什么？他死了吗？他摔倒后人掉海里，就不见了踪迹，大概死了。我能作证，是苏曼自己作死，跟秦帅没有一点关系。现在岛上就剩我们几个人了，我把沈慕瑶带回来，大家在一起各尽所能，肯定能在荒岛过上好日子。本来一天钓的鱼就勉强够3个人吃，现在多一张嘴，伙食不得从我们牙缝里抠。煽动3个女人，秦帅，你顶得住吗？谁说我顶不住？皇帝后宫佳丽3000都顶得住，再来5个美女我也行。你放心，我会先满足你的。龌龊，谁跟你说这个了？人多热闹，都进来吧。既然住下来，光靠秦帅一个人肯定不行。以后我们要为他分担，以后每天都要有人陪秦帅出去钓鱼、拿东西，留在山洞的人去摸海螺、采野菜，顺便把山洞布置舒服点，哪怕没钓到鱼，也不至于饿肚子。就这么定了，明天顾宁、沈慕瑶陪我去海边。海怪，这旗也太高了吧！秦帅，瞎喊什么？那不是海怪，是一艘船。吓死我了！原来是艘船。不对，这地方怎么会有船出现？你们赶紧趴下，把师傅扔给我！啊？怎么了？别问，快趴下！如果是海盗，我们就全完了。秦帅，都2个多小时了，说不准上面有大宝藏呢，我们发大财了。嘘，别说话。喂，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？胆小鬼，你不去，我和沈慕瑶去，说不定还能开这艘船回家呢。这荒岛磁场异常，根本出不去。不过船上这么久没动静，应该安全了。行了，跟紧我，别乱跑。哇，这海腥味和霉味混在一起，太上头了。哪有人啊？我怎么没看见？看，
船舱里。他们早死透了，怕就在外面等。啊！有了这大铁锅，够煮咱们所有人的饭。太棒了！这下可以用铁锅炖鱼汤，用瓷碗喝了。要是能找到大米，煮一锅白米饭，再盖上烤羊肉。吃白米饭，做梦去吧！不许敲我头！对啊，他们出海怎么可能不带粮食？肯定有大米。什么都没找到。别灰心，有了这些武器，明天我就去猎头野猪，办个烤肉大会。这也算是收获颇丰了。我们把这些有用的收拾下，准备回去吧。好浓的血腥味儿，水底有东西。秦帅，小心背后！你是准头想谋杀亲夫啊？我是想砸他。咬老子战一壶！秦帅，快把他拖上来，带回去吃鲨鱼肉。去个屁！快看！秦帅，牛，武松打虎，你斗虎杀。别吹了，要是在深水区，我早被拖下去了。麻袋破了，拿上剩下的几个碗和那个铁锅，回去找白洁儿。三文鱼刺身，海鳃鱼汤，趁热吃。终于不用轮流啃一条鱼了，用碗喝汤太爽了。刚流落荒岛时，还以为死定了，现在有了这些装备，看我怎么在这荒岛打造出一个新家。衣服能御寒，可惜没带回被子。以后天气冷了，我们几个人还得挤通铺。大通铺多好，我能左拥右抱，这可是韦小宝都没有的待遇。有了这把斧头，我们能砍树搭床，还能做防御墙。但这地方取水太难，瀑布那边不够用了，我一直想搬家。找不到新水源，搬家就是死路一条。今天收获够多了，先睡吧。下雨了！别管好不好看，先披上御寒。全渗进土里了，这都是救命的水啊！没水缸怎么接？对了，没水缸，老子就自己挖一个水塘。大半夜拖一会儿一会儿，秦帅这是梦游了。
全漏了，沙质土根本存不住水，这他妈不是白干了吗？秦帅，快回来，这样下去你会感冒的。对啊，天然防匪层。哈哈哈！老子的蓄水池搞定！赶紧喝口热水驱驱寒。有了这池子水，咱们3、4天不用愁了。秦帅，你明天顺手把坑挖大点儿，弄个小型游泳池呗。我都记不清几天没洗澡了，身上都馊了。你只顾自己爽，秦帅这池子差点连命都搭上，你还想累死他？我随口说说不行吗？嘴长我脸上，你管得着吗？在这山洞里，我就管得着。哈哈哈！你们俩这是在斗凶图吗？早点睡吧。喝碗热汤去湿气。昨天没感冒，多亏了你。输液防漏太勉强，这流失速度，一塘水连1天都撑不到。秦帅，救命！金山洞，抄家伙！野猪，今晚有猪排吃了，吃不完还能熏成腊肉。一头猪而已，你先回洞里，把弓箭悠出来，别出来吓跑了晚饭。拿家伙来，今晚我们吃烤肉了。太香了！烤猪腰子可是大补啊，真是饭饱思淫欲。今晚该翻谁的牌子呢？不行不行，打不了自己动手，封阳足食。我要去给咱们找一个取水方便的营地。真的要走几天吗？外面那么多毒虫猛兽。短则3天，长则5天，我一定回来。把营地看好，等我好消息。昨晚吃了大腰子，今天这体力简直爆棚。爽，
荒岛荒野求生，应是随母的之处米其林的感觉。有火还敢靠近，我是蟒蛇，就是野人。再往前一步，老子射穿你！贤帅，你干嘛是我呀？沈慕瑶，你不要命了！我差点把你当野人射死。我是旅游博主，才不要憋在山洞里！我不管，我就要跟着你，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？我早上什么都没吃。坐下，吃完再跟你算账。放屁！我自己吃都没事，真这么疼？我看看。抓到你了！这回你往哪儿逃？你疯了！我们是出来找营地的，不是度蜜月！快松开！找营地和度蜜月又不冲突。靠，女人来真的！休息也休息够了，我们继续出发吧。看，前面有片草地，尽头是个崖壁，肯定有水。全干了，前几天的暴雨根本没下到这儿。这不是人骨，是大型动物的头盖骨，骨头表面有极厚的包浆，这是长期被当成水瓢使用才会留下的痕迹。你是说，这附近有其他人？不是人，是野人，可能他们就住在那上面。喂，你疯了！你不怕被野人吃掉吗？坑里连泥都裂了，骨头结了黑垢，说明野人早搬走了。既然没人，那还去他们营地干嘛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知己知彼，走。你不是说野人走了吗？还这么紧张干嘛？没野人，万一有野兽呢？别废话，跟紧我。这才是我非来不可的原因。假如他们会冶炼金属，那我们只能等死。但你看，连陶瓷都没有，知己知彼，他们对我们的威胁大大降低。所以我们就算遇到野人，也不用怕了。不对劲，赶紧回营地！哇，顾年他们危险了！你疯了！他们可是野人。那好，不需要你砍人，只要绕到后面吓唬他们，让他们放下武器。我害怕。事成之后，我再陪你爽一次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干就干，你到时候别后悔。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。
不能乱动，谁动我吃谁！放下弓箭，趴在地上，快点！拦住他！看到他！不好意思，我没能拦住他，他太怪异了，我实在不敢看。没事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至少砍中了他。他逃回去，头领知道我们武器先进，说不定就不敢来打扰我们了。秦帅，他们逃回去了，会不会对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？对不起，都怪我没用，放跑了那个。干得够好了，跑一个不至于世界末日。走，看看地上那个。我们不是坏人，只求和平共处。他听不懂的，赶紧拖回营地，看能不能救活。秦帅回。荒岛上还有其他人，你带个重伤的累赘回来干什么？别废话，它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命。你们去弄一碗炭灰，和撕几条干净的布袋，快去！兄弟，忍着点。拿水来！谁来搭把手，抬他进山洞，不能让他死。谁过来搭把手，今晚我抱谁睡，不止抱抱那么简单哦。我来，不过我可不是为了那种事儿，你别多想。好样的，今晚我是你的人了。都听好，如果这野人熬不过今晚，明天天一亮，我们必须全部撤离。你什么意思？好不容易安顿下来，赶什么路？别故弄玄虚。今天我和沈牧瑶回来，撞见2个野人在营地外偷窥，这个被我们抓了，另一个被沈牧瑶砍中手臂，逃回部落了。哟，够狠的呀！野人都敢砍，那干嘛不直接砍死？放虎归山，他要把我们全害死。他做的够好了。换成你，看着狰狞的野人扑过来，你能保证腿不软手不抖？刚才只是一滩血，你都吓得缩在后面不敢搭把手，有什么资格指责他？逃走的野人一旦回去报信，整个部落绝对倾巢出动。他现在是我们手里唯一的人质，只要他活着，就有谈判的筹码。要是他死了，筹码清零，单凭我们几个绝对战胜不了一个部落，只能连夜逃命。小兄弟，你一定要活下去啊！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保佑他活着。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如果野人没活下来，我们就要搬迁了。这是我们的营地，我和沈牧瑶在这边撞见野人，绝不能往这走。往南是大海，没路，只能往东北搬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可是，要是我们一直找不到水源，怎么办？闭嘴！你别在这咒我们行不行？我们要死早死了，现在有吃有喝有刀，只要大家抱团，绝对能活下去。白姐儿，
等回了现代社会，你高低得办个心灵教堂班。铁锅和斧头最沉，其他东西你们分。每人必须贴身带一把刀，随时准备见血。今晚你们早点休息，我来守夜，照顾野。小兄弟，够了，这下真要搬家了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就走。完了，筹码没了，我们要没命了，老天爷要逼死我们呀！死了就死了呗，又不是你们亲戚，哭丧呢。等会儿带上家伙，这回我们真要搬家了。别哭了，天要下雨，娘要讲价，野人死了，咱们就搬家，说不定前面有更好的地盘。秦帅说的对，大家别磨蹭，趁早出发。野人短时间追不上来，今晚就在这儿扎营。今晚不搭棚子了，谁还有力气？跟我去附近搞点树叶铺床。我去，我戴罪立功。那我生火，等你们回来。阿娇，终于有水果吃了。好涩啊！没熟你也敢啃？拿着剩下的叶子回营地。看好了，本旅游博主的秘制炭烤芭蕉。我可提醒你，生芭蕉吃多了绝对便秘，而且对肠胃消化也不好。不识好货，我自己吃。妈呀，烤熟了怎么还是这么涩？太好吃了，人间美味，绝了！你慢点儿，吃坏肚子就麻烦了。我可是专业博主，这烤芭蕉没毛病。哼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吃坏了肚子，别连累我们。香得很，想吃求我啊？行，你多吃点，看我骗没骗你。这嘴也太硬了，为了赌气连吃5个生芭蕉。路上太大了。不好意思，太累了。好烫，你发烧了，吃芭蕉吃出肠胃炎了，我去给你烧水。别吵醒大家，姑娘肯定笑话我，给我喝点凉水就行。死要面子活受罪。烫得像火炉，这怎么赶路？害人精！昨晚就说那破芭蕉不能吃，把它留下，我们走。秦帅，别丢下我，我不想被野人抓走。我留下照顾他，你们沿着预设路线先走，等他病好，我带他去追你们。顾宁，你们顺着路线先走，你们几个要互相照顾。你们也要快点跟上来啊！如果我不斗气吃芭蕉，就不会急性肠胃炎复发。现在连累你跟我等死啊！我是男人，当然得管你。躺好，
我去找点草药，再给你烧点热水。淡水见底了，再找不到水源和草药，我们熬不过明天。贼老天，我们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凭什么把我们丢在荒岛？你他妈开开眼，给点希望行不行？天帅，我的胃要穿孔了，你别管我了，快走吧！把你丢下我算什么男人？熬过今晚就好了，撑住！秦帅，人死前真的会有幻觉。我看到海上飘来了一艘船。别乱想，哪有？不是幻觉，那他妈是一艘船！一艘破救生艇，这能干什么？出海喂鱼吗？黑西装。这把左轮竟然还能用，整整12发子弹。野人部落，来一个我崩一个。不是幻觉，真捡到宝了！老天爷，我收回刚才骂你的话，多谢。兄弟，谢了，祝你早登极乐。神不瑶，撑住，你有救了！看我找到了什么！这是什么？胃肠安丸，别废话，吞下去。猜猜看，我还带回了什么？豆粥、面粉，还有牛肉酱。半斤面粉，摊2块煎饼，再抹上牛肉酱，绝了！这罐豆粥给你养胃。秦帅，你对我太好了，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我也是你的女人。这些先留着，等赶上他们几个，大家一起分。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。闭上眼，给你看个真正能救命的大宝贝。你哪里弄来的枪啊？救生艇里那位死人兄弟送的，满弹，整整12发。吃的只能吊命，这玩意儿才是咱们在这荒岛活下去的底牌。野人部落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来一个我崩一个。等会儿把豆粥吃掉，再休息一天，我们就出发追顾宁他们。野人没追来，算他们走运，不然老子手里的12发子弹教他们做人。四处火堆，起码有20多号人。不对，野人没有在后面追，他们绕道跑到我们前面去了。不好，顾宁他们有危险，赶紧走！趴下！干嘛啊？神神叨叨的。看前面。什么呀？还记得那个野人吗？是我砍伤的那个。秦帅，我们赶紧走，被发现就死定了。
你再看那棵树。姑娘，白姐儿，秦帅求你了，带我走吧！被抓住我们也会被活活烧死的，我不想死！怕什么？老子手里有枪！手枪只有12发子弹，他们有20多个人啊！你能把他们全打死吗？我们尽力了，他们不会怪我们的。放屁！